休困日轻急诊中心试办计划，昨伫6都13间病院开始实施。头一日计共有200多人次哦，主要拢是外科的病人，佮发烧、呼吸器低调的老偏花等病人。有学者是表示讲，头一日病人无算济哦，有可能是多数民众佮无介清楚这项新的政策，所以嘛建议健保署会讲来加强宣导。 为了消透医学中心急诊大塞车，卫福部健保署试办休困日轻急症中心，初日正式实施。针对发烧、细型的空喙等等，减少分类第3至第5级轻症的患者，提供一站式就医的服务。不过，也是有民众不了解这个政策。不晓得，如果有这种政策的话，应该会先去看。我不知道，很多诊所假日没开嘛，那这样的服务是必须的。 根据健保署的统计，新制实施头一天到下晡4点为止，6都13个据点，拢总有192个人次来予医生看。收案上侪是台南永泉病院108人次，上少的是高雄文雄病院，敢若1个人。这一天拢总有3个人透过绿色通道转送其他的病院，其中1个转美性病院，2个人转奇美病院。有像痛风、偏头痛啦、肌肉拉伤啦，还有鱼刺卡住、流鼻血等等。 那其中呢，小儿不适的呢，来就医的大概有4位。民众基本上呢，还在一个所谓的观望的一个阶段，以及就是说，这 UCC 设立的点是不是跟他们平常就医习惯的这个点有这个方便性的一个存在？学者建议，健保署都要加强宣导，建立民众的信任感，而且清楚公告后院的病院绿色通道转诊的机制，嘛定期统计来予医生看的人次甲民众的满意度等等。 健保署回应讲，这个试办的计划会当乘做每年新增连续9日连假的观察期。试办的情形若好，就会扩大办理。另外，嘛会头一届提悬申请的期间、医疗院所检测费等等的奖励，鼓励医疗单位伫咧休困日嘛有提供医疗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